前面讲的都是一些忏悔的方式，还有呢，我们就要看自己的内心的这个成就或者是内心的起心动念。为什么一直都是讲起心动念呢？因为起心动念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所有的善跟恶都是要看他的意念，善意念的正确与不正确，善与不善，并不是看我们就是那个善跟恶的那个形象有多大跟多处，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是起心动念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的起心动念都是善，那就是你的成就。所以我们要观察自己的内心，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是好的起心动念还是不好的起心动念，这样去观察，这就是修，知道吗？那么修的话会有成就当然任何一个人都是修的话会有成就，不修的话就不会有成就。所以就是一开始修的时候就稍微好，然后越来越不修的话又会越来越不好的，这是肯定的。那么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波罗蜜展开一样的，它的一开始的起心动念都是不好嘛，所以就是都是黑色的石子，然后最后呢就是黑色跟白色就是过半，然后最后全部都变成白色，最后全部都变成白色的时候，就从那个时候他放弃的话，那今天也是不会在这个书本里面提到他的名字。原因是什么？大家应该知道吗？都变成白色的时候，他放弃，他又一定会恢复到原来的一样。但是坚持到底，修到最后，就是真正的得到成就所以就变成大成就者，变成就是这些都是已经是解脱者。所以呢，就是今天在这个书本里面也是会提到他的故事，他为什么有如此是珍贵的这么殊胜的这个成就，解脱的成就因为他修持的过程当中就这样修的，所以他的一开始他跟我们一模一样嘛，对不对？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黑色，不善的，都是都是恶的，所以呢，就是跟我们一模一样。从这里我们必须得要知道这个。那他从一开始修的时候，他用2种石头，这个跟我们的现在的做法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我们的里面任何一个人从他一样，从现在开始，那么这就他是迅速的就离我们会越来越远。原因是什么？他呢就是在开始真正的进行，我们还是只是听过这个故事，在不进行嘛。他真正的就是立刻要进行的话，那就是迅速的会有成就。他会看了以后，他会改变嘛。所以就大家为了健康然后就在减体重的话，那么就会称多重什么什么什么，一天的，大家会很努力的就这个上面努力嘛，对不对？所以就会做得到嘛。就像这样的道理，起心动念也一样，有起心动念那些，如果是有不好的起心动念，马上认出来以后呢，那么就是要断除这个想法，这种是不能有。然后就是有善的起心动念，马上就把它欢喜，然后维护护持它，那就是一定会越来越多。这就是修行，到最后变成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石头都变成白色，这也是他的成就。所以从这样的以后，就是完全又到了这样的时候，就把完全放弃不羞耻的情况下，那肯定也不会有更大的成就，那马上会恢复嘛。所以人就是这样，众生就是这样，烦恼是很容易产生的但是要怎么说呢？坚持的情况下，那会成就那我们要忏悔的业力虽然今生没有积累罪业，但从轮回无始世以来所积累的罪业之边际无法限见，并且都将有不可思议的业果要感受。因此现在唯行善修习空性的那些人，
采取现行对治离护，后世将转生恶举的业力，随免习气，成熟什么？与今世，与今世的感受，痛苦。如《能断金刚经》中说，行持波罗蜜多之菩萨，受到神恼或受极大神恼，此乃未来所受之苦业，在今生承受。这个是什么？就是有些修行人，有些很有成就的那些人，也是经常会生病啊，或者是经常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感受一些痛苦。这些是什么呢？因为马上要成就菩萨果位的，或者是马上要解脱的那些人，如果是短短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因为时间上来说的，短短的几十年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他没有要必须的感受的这些业力，没有让他感受的情况下，那么就来不及下意识感受。这种的情况下，那么全部都是会在同一个时间感受，然后就都是变成最后一次。前面我们所讲的就是讲过的故事那么就是虽然没有投那个牛痘，但也是他变成他的锅里面变成肉的那个，他助燃法医的时候就变成肉的那个，也是一样，他这个是最后一个所以就是没有必要等到最后嘛，就是今生把这个感受完就可以，他没有下意识了，说明就是今生成就了。还有这种的有很多很多这些的高深大德，就像我们的老上师无尽上师他也是一样，年后他就是在老了以后，那么经常都生病，经常都生病，他对我都说过两三次，他说今生就是他这一次是第一次最后一次他虽然就是很辛苦，就是生病什么，要不就是舌头会肿，舌头会里面就是会怎么说呢，会炎症，然后就会不能说话，然后有的时候头痛，有的时候腿痛，膝盖一直都不好很多很多的问题，每天都是吃很多的那个头痛方、止痛方那些。他吃头痛方都是吃怎么说呢，好几包都一起的。那么我们平常就是一个人用的量，就是一包是一个人用的量，2包的话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但是他把所有的头痛方都是把它拆开放在一个瓶子里面，每次都是不舒服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嘴巴里面每次都是舌头那些都是会肿，然后会破，然后不好不能念经也不能说话，他每次都是把那个头痛方倒这边满满的，然后这样吃了以后就可以直接念经，然后直接说话，就每次都是好像就是他的自己的身体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身体一样的那种的看法。那他就是虽然很辛苦现在生病，但是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他连我都说过2、3次这样的然后他到最后走的时候呢，就什么病都没有就好好的时候就走了，就像这样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们那边的一个老喇嘛，他曾经呢就是在祖清寺里面修护法的上师，然后他后来生病也是生病了大概2年吧，2、3年吧，一直都是我每次回去都是去看他。本来就小时候我在那个寺庙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也特别好，他也特别疼我，所以呢我每次都就回去看他的时候，他都是说那今生是这一次是最后一次，所以就还不知道大概可能要我在那个怎么说呢，躺在病床上要多久我不知道那他的病是什么样子也没有办法去什么治疗什么的，那就是一直在躺着。然后这个部分来说的，曾经有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上师去过左清寺的时候，那他们很多人见过他的时候，那个上师就给他说了，你这一次必须得要守怎么说呢，9世的9世的1世、2世、3世的
类似的这个9世的业力，你这一世全部都要度过，所以你就这一世不经的修持做功德来度过，你也是要感受一些痛苦。他就是亲口给他说过这些话，所以他也是记得很清楚。然后他是说这一次是这一次他最后他就是要生病，就要感受这些痛苦，就是走了以后就没有下意识了，这些上师们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很普通的实践人又对佛教徒的看法，那么就是佛教徒然后就修持佛法的人不会生病啊什么，然后有成就的话为什么会生病啊等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说学佛就不用看病啊，不用打针啊那种也是不对的。实际上来说的话，就这些都是业力因果。学佛也是一样，学佛是相当就是在所有过去的业力都是要消除。所以从这里面所讲的一样，虽然我们今生自己没有造什么业的话，也是累积历史的业力都是在存在的，所以随时都是要忏悔，随时随地都是要忏悔。那么忏悔的方式就是这样，我们的老上师如巴仁波切也是一样。今天如果是有一点点的就是有些不对的情况的话，就是每天晚上他就是在做功课的时候都是会增加那个35佛财有的时候呢就是后来去了外地了以后，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就出去吃饭的时候有一点点好像在那个因为老上师他们有的时候出去的时候有一些不是什么学佛的人，那么就是也有一些的像比如说做生意的那些人请他吃饭的那些过程当中，那就是有不注意的情况下，尤其一开始那么就语言各方面就不是特别沟通的情况下，那有些人请他去吃饭的时候，那有看到一些怎么说呢不太对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么看到像比如说那一天的那个餐桌上有些人好像吃了一些鱼啊虾啊什么这种的情况下，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害怕。一回去他就马上就说好几次都这样，就是有怎么说一直跟着那个老上师身边的徒孙上师给我说过那么就好几次都这样今天晚上又不对今天那个吃的，那以后不要去这些，以后最好不要去跟他们这种的普通的人吃饭，尤其是有些那个干部那些一起吃饭是很麻烦的，然后就以后不要去，我今天一定要赶快就是增加多念以及一些35佛禅等等的这些事情。所以呢那就平常我们的话就没有这些想法，就是没有自己去吃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然后其他人吃的就是不会去再立即忏悔这些。所以就修行人他们的真正的修行人的怎么说呢，修行的方式都是这个样子，随时随地随时随地。从一个平常的一个实践人来看的话，或者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修行人看的话，那就像老上师他们一样这么有成就的上师，那就是连这些小小的问题就肯定就不是什么问题吧。尤其是有些怎么说呢，自称为自己是一个大成就者的一些人来说的话我已经证悟了什么什么什么空性，证悟了什么就是了知了就是本性什么等等的，所以就造业也好，那个修善也好，现在对我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就等等。那甚至就有些人拿酒拿什么东西来让你喝那么这个事情你喝了这个酒，那我没有办法度化你的话，那我不是什么上师等等，这种讲大话的那种人那些大部分都是不是什么真正的修行人，都是自称上师，自称成就者，那些实际上来说的话，就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什么事情都有的。所以那人是那么可怜嘛，就是众生就是那么可怜倒过来就很多众生都是会接受他的做法跟他的想法，都是说他可以度化众生，他不怕造业他很了不起那种如果是非常就是谨慎小心的那些真正的修行人
他一个修行人，他自己都那么怕，他是不是没有什么成就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实际上来说呢，这些都是颠倒的想法跟颠倒的做法。我们一定要按照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所谓的因果是细微的方面都是不能破坏。如果是有破坏的话，这就是不对的，谁破坏都没有用。但是最主要破坏了以后要忏悔，忏悔才是最重要。那么一点细微的因果不破坏是不可能的。就像阿德夏尊者这么殊胜的一个甚至这么殊胜的一个成就者，他也是有怎么说呢？那个违背这些这个怎么说呢？金刚乘的学处的时候，那但是他有这样的情况下，他是不是不正常？那是很正常的，因为也是在修持的过程。但是他立刻忏悔，立刻忏悔才是最正确的。那我们要修怎么说呢？那个无家心的时候，就是要修10万次曼扎嘛，对不对？那我们修10万次曼扎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有准备曼扎嘛。但是曼扎那些就是尤其想一想，就像过去那么就是交通各个方面那么不方便的时候，一般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带着一个曼扎盘，是很不方便嘛。但是他带着一个木头制作的一个曼扎盘，所以他到了任何地方，就是走路正在走路的一个途中，他就有一个起心动念，他也是马上坐下来在地上，然后就是怎么说呢？那个停止进行怎么说呢？那个往什么地方去的这个坐下来先修完一次曼扎这就是忏悔，然后又继续行走，就这样的一个随时随地。那如果说我今天换到我们来说，那肯定是如果是想到今天晚上做回想，那一定是非常了不起嘛，对不对？但是很多人来说的话，肯定就连想都不会讲，今天我就是有了什么起心动念，我今天这些起心动念对不对，谁都不会去想。不会去想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学过也许有些人听说过这些故事跟学过，但是也是没有当做一回事，没有真正的自己去使用才是最重要的。没有真正去使用的情况下，对你的内心不会有帮助。自本作人着康中